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4月23，诗篇73篇23到24节安尼讲。总是我不时甲你做伙，你牵我的正手，用你的教示引带我，接纳我，互我得到尊荣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得到尊荣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阮的照伴，阮要倚靠你。主啊，你是盾牌，是拯救阮的角，是阮的关台，是阮的避难所。主啊，你是救阮脱离强暴的，阮要求告你，你要救阮脱离一切的对敌甲灾难。主啊，伫患难中求救你，你伫天边听阮的声，阮的恳求有入你的耳孔。主啊，当时无亲像大涌为阮，当毁灭亲像大水互阮惊，当黑暗的路网罩我。主啊，总是阮不时甲你做伙，你牵阮的正手，用你的教示引带阮，接纳阮，互阮得到尊荣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